大家好，即刻同大家跟進下南海中北部低壓系統嘅最新動向。過去一日，低壓系統繼續整合。今朝早風場掃描顯示，西南季候風開始流入系統，南側出現強風。然而，系統嘅對流仍然集中喺佢嘅中心西面同南面，現階段未能夠排除中心繼續往對流方向調整嘅可能。至於路徑方面，受到本週中後期一道短波槽影響，副熱帶高壓脊將會逐漸轉為南北走向，配合低層西南季候風嘅引導，預料系統會逐漸轉向偏北甚至東北方向移動。各大電腦模式嘅分歧就有繼續收窄嘅跡象，預料低壓系統會喺禮拜五前後移近海南島，唔排除會登陸。之後低壓系統就會逐漸靠近廣東西部到北部灣沿岸。根據過往嘅經驗，風暴橫過海南島期間，視乎佢嘅登陸位置同埋靠近時候嘅入射角，路徑會出現短期波動。部分電腦模式亦都預測風暴登陸海南島南部並出現短期偏西嘅路徑進入北部灣。而我哋現時預測，天文台就呢一個嘅低壓系統發出3號強風信號嘅機會係高。隨住西南季候風逐漸流入，電腦模式普遍預計佢嘅環流會逐漸變得廣闊。按照現時嘅預測，低壓系統嘅強風區將會喺禮拜四開始靠近珠江口一帶，到時本港部分地方會間中吹強風。隨住低壓系統接近週末嘅時候進一步靠近，佢東南面嘅環流同西南季候風疊加嘅區域有機會影響廣東沿岸，到時本港風勢同雨勢都會再增強，間中會有狂風大驟雨。然而，強風維持時間同埋到時風雨增強嘅幅度就仍然存在變數。我哋係會時刻跟進住低壓系統嘅動向，適時調整風球評估概率，並且會為大家報道最新嘅風暴消息。